大家好，非常之開心 ，Richard 又有炮仗燒啦！上期嗰條位置單 Q 單位置 Q 博中咗，咁派彩啦超過100蚊喎，咁變咗派彩係本金嘅3倍或以上，所以係有得燒炮仗㗎。OK， 燒炮仗。好，講翻聽晚添嘛。Richard 嘅真飛貼士又係喺第一場，因為第一場咧就好似幾明朗。首先我係有5匹馬咧，預期佢哋都係10倍或樓下嘅。而家講講啊，呢個時間就係5點04分。我預期嗰5匹馬就係試跑得2號。預期嘅4倍，而家呢就6.2。3號富裕君子，預期佢3倍，而家呢佢就係3.4。4號大力猴王，預期嘅6倍啊，而家佢16倍。6號電信驕陽，預期嘅7倍啊，而家係14倍，即係 double。喺5點04分嘅時候，咁好啦，仲有一匹就華美之威，預期佢8倍㗎，而家佢就係2.9嘅大熱門，1.3嘅位置添喎。咁樣 Richard 就即係咁啦，試跑得嗰啲飛唔似樣啊，飛數唔似樣。預期嘅4倍啊嘛，6.2。大力猴王仲唔似樣，16倍。咁電信驕陽都唔似樣。咁華美之威都唔似樣喎，因為你突然間大熱啊嘛。憑什麼啊？真係我想問一句，憑什麼？咁所以呢，我睇係比較容易揀馬啦，容易揀馬並唔係表示容易贏啊，都幾容易嘅呢一場。咁華美之威唔要得啦，電信驕陽大力猴王試跑得啲全部唔要，淨係揦住匹富裕君子，而家佢3.4倍。富裕君子我預期佢係大熱門嘅，我亦都相信佢聽日會調整翻，都係大熱門。係啊，我相信，因為富裕君子、莫雷拉一檔匹馬冇乜嚴重嘅傷患，健健康康，仲有5歲啊，同情係1650專家，聽日第一場係5班1650米，可以講你抄唔到佢啲咩缺點嘅喎。不如咁啊，大家講下佢嘅缺點啊。有啊，就係一檔啊，可能俾其他啲馬冚住出唔到嚟。咁不過莫雷拉出唔到嚟，梗係玩 sell 係嘛？真正嘅缺點，佢加咗磅1-2磅咁啊，咁咧傷害咗佢嘅爭勝機會。第2都有喎，大佬。所以咧，富裕君子佢嘅缺點，最大嘅缺點就係冇乜缺點啦。所以聽日都會係成為大熱門嘅。Richard 相當有信心佢成為大熱門，即係佢攞翻第2嘅位置啊！咁你華美之威唔知點解會咁熱啦？真係我唔明，2檔啊，咁咪連1檔喎，富裕君子1檔。好啦，咁有啲咩馬係有異動嘅咧？當然有好多啦，譬如唔好嘅異動啊，
就係試跑得啊，大力猴王啊，電信驕陽啊，同埋華美之威嘅移動係唔好嘅，因為太過熱啦。咁你有冇啲咩好嘅移動嘅馬匹咧？係有嘅，仲有啲飛數咕咕滑滑，滲下滲下咁。而家咧係5.08分啊！直到目前為止咧，我發覺即係我揾出2匹馬係有移動嘅，就咕咕滑滑嗰啲飛，就係快樂之友5號同埋10號常多笑。快樂之友同常多笑而家都係16倍喎，哇！啲馬有好多10幾倍嘅喎，譬如話大力猴王都係16倍喎，佢又係16倍，電信驕陽14倍差唔多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仲有小王爺，小王爺18倍，小王爺仲冷過常多笑啊，同埋快樂之友啊，所以呢2匹馬喺目前為止係有啲蠱惑飛，掩樣樣咁樣。咁我買咩咧？唉，萬變不離其宗。富裕君子如果係咁講法啦，係即係俾人就攞咗個大熱門啦，點都有啲即係個心唔舒服啊！真係硬硬地，硬住，佢應該係大熱門㗎嘛。唉，真係激死啊！而家3.4富裕君子，即係講下。咁鐵角為自驕，我就係決定咗啦。3號富裕君子，5號快樂之友，同埋10號常多笑，就係鐵角為自驕。希望今一次又得啦。又再燒炮仗啦，係咁樣啊，係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。